大家好啊！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轉身反應嘅訓練。呢個訓練可以有效提升龍門嘅反應速度。喺比賽入邊，守門員經常遇到一啲球速比較快嘅射球，因此提升守門員嘅反應速度，可以一定程度提升撲救率。喺呢個訓練入邊，守門員一開始需要轉身背對隊友，聽到隊友嗌波之後，馬上轉身撲救隊友嘅射球。波，即係波呢球，即係唔即係？波，嚟波，係波，嚟波，波。注意，呢個訓練主要針對龍門，所以射波球速唔需要太快。波，波，波，波。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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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波，嚟波，嚟波。守門員可以將訓練分做8球一組，做3組。今日有關守門員轉身反應訓練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